大家好啊，我係 Christine。香港人日日都咁忙碌，如果平時嘅姿勢唔正確，就好容易引致腰痛、頸痛等等嘅問題。到咗夜晚想瞓長好覺，又可能因為張床太軟或者太硬，唔能夠好好咁承托脊椎。咁到底點樣嘅床褥先可以幫我哋承托脊椎，減少呢啲腰背痛嘅問題呢？我哋今日邀請咗註冊脊醫何醫生同大家分享下。你好 Hello Christine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註冊脊醫何文新何脊醫。啱啱 Christine 所講嘅腰背痛啊、頸痛啊，都係好普遍嘅痛症嚟嘅。咁根據研究顯示咧，本港市民有一半人嘅以上咧都有曾經患過腰背痛啦，而有80%嘅市民咧係患過頸痛嘅經驗嘅。長期嘅姿勢不良啊、久坐啊、耷低頭啊，或者我哋嘅工作勞損、椎間盤退化咁樣都可以引發呢啲嘅痛症嘅。不論係慢性啊或者急性嘅呢啲痛症咧，都會好嚴重影響我哋嘅生活同埋情緒嘅。揀一個理想嘅床褥咧，就係你瞓落去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個脊椎都好似我哋企喺度一樣，可以呈現到一個自然嘅 S 型嘅生物角度弧度喺度嘅。如果太軟嘅床褥咧，我哋膊頭同埋 pat pat 呢兩個重點位置咧，就冇辦法俾床褥承托到，咁我哋成個身體就會向下凹陷啦。咁我哋個生物角度有可能會成形本身嘅 S 型變成一個 C 型嘅狀況。如果相反嚟講咧，太硬嘅床褥咧，而我哋係身體支撐翻個床褥，因為你嘅脊椎旁邊嘅肌肉就會過分繃緊啦，咁樣嘅話就會令到你起身嘅情況下會特別腰酸背痛啦。太空棉有一個好好嘅承托力啦，同埋舒壓性，可以依照翻人體嘅生物角度、脊椎弧度啦，產生對應嘅支撐力度。咁我哋身體咧有兩個重點部位咧係比較承托係比較大嘅，就係膊頭同埋 pat pat 嘅位置。咁太空棉咧可以減少呢兩個部位嘅壓力，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腰部凹陷位置得到相對嘅支撐嘅。如果啲人偏好硬啲嘅床褥，應該點樣揀啊？如果係我嘅話咧，我會選擇太空棉加上彈簧嘅床褥，咁樣呢個組合咧可以比較偏硬少少，亦都可以承托到你嘅脊椎嘅。但係點解有時候喺鋪頭明明試咗好舒服㗎，但係返到屋企之後咧，都係會瞓到頸緊膊痛嘅？係啊，佢先因為我哋每一日嘅肌肉疲勞咧都有所唔同，所以我哋選擇床褥嘅情況下咧，一定要選擇具備有舒壓性啦同埋適應性嘅床褥。太空棉床褥可以根據身體曲線均勻咁分散壓力，咁亦都可以減少受壓點嘅唔舒服嘅。咁當我哋瞓低嘅情況下咧，太空棉咧可以根據我哋身體嘅形態啦，調整到完全貼合身體嘅弧度啦或者曲線嘅，咁亦都可以提供均衡嘅支撐啦，咁樣可以提高我哋瞓覺嘅舒適度啦，亦都可以改善到我哋嘅睡眠質量嘅。咁點樣測試床褥嘅舒壓性同埋適應性啊？咁不如我哋依家現場測試下啦。當我哋檢測舒壓性嘅情況下咧，我哋會選擇平瞓啦，同埋側瞓。咁平瞓嘅情況下，我哋就會睇翻我哋嘅施壓點啦，好似膊頭啊、pat pat 嘅位置同埋腰部嘅位置。而我哋側瞓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就會選擇睇翻單邊嘅嗰3個壓力點，嗰個感受如何嘅。檢測適應性方面咧，試瞓嗰時可以試下轉身啊、起身啊，咁可以睇翻個床褥可唔可以根據我哋身體嘅形狀啦、睡姿嘅調整啦，令到陷入嗰個床褥嘅位置咧，可以恢復翻原形嘅。聽咗咁多太空棉床褥對脊骨同埋睡眠嘅好處，咁而家就同大家講下太空棉床品專家 Sinumax 點解咁多年都深受香港消費者嘅支持啦。Sinumax 係香港執業脊醫協會推薦嘅太空棉床褥品牌。Sinumax 嘅 X-Foam 太空棉係同美國 Dream Studio 嘅專家團隊共同研發，比起傳統太空棉更加能夠貼合身體曲線，完美卸壓。瞓上去嘅時候，脊骨可以完全放鬆，有效改善腰酸膊痛。結合彈簧嘅 Hybrid 系列加倍承托，幫你保護脊椎健康，等你晚晚都可以瞓場好覺。今日傾咗咁多床褥對脊骨嘅健康影響啦，咁相信大家都識得點樣揀一個合適自己嘅床褥啦。多謝醫生你今日咁詳細嘅分享啊！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